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9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先开始来看，指挥中心宣布讲，对12月初一开始，伫户外会当唔免挂喙罨，室内的运动唱歌嘛唔免挂，开放办道会使一道一道敬酒咯。也毋过哦，即大众运输，也是讲伫一寡人较济、较封闭的空间，嘛是爱个继续挂喙罨。年尾的大型活动哦，就爱看疫情的变化，搁再另外规定。新冠疫情2年多以来，民众无论是伫室内也是室外，拢已经有随时爱挂喙罨的惯势。即马国内疫情大大转好，指挥中心宣布，为12月初一开始，取消室外都要全停挂喙罨的规定。目前看起来是持续的疫情下降中，好，那今天我们看到它的这个数字已经到在1万出头，哈，那初步看起来也是达到我们设定的所谓社区低度流行的这个开始，哈，那所以我想陆续的话，我们宣布一些这个松绑的措施。除了伫室外会当免挂喙罨，室内方面嘛同步放练运动、唱歌，但为性质的工课或者是办活动会当免挂喙罨。家己驶车或者是车底载的，拢是带做伙亲人的时阵嘛免挂。嘛开放办道会当达到敬酒。若是伫咧机舱、船舱、车厢，抑个有人丁较济，无法度维持社交距离的时阵，也是爱挂喙罨。伫咧执法的方面，也是以劝导为优先。毋过，若是讲袂听，也是调工违规的，也是会处分，上重会当罚15000块。在室内比较容易群聚，这样还是要戴吧。这么长久以来，好像也都戴习惯了。那觉得密集的空间戴一下，其实我觉得还是保护一下是好事。自八国内新增加10583个本土病例，确诊个案内底有41个死亡。本土疫情比顶礼拜一降低11%。指挥中心表示，年尾下年大型室外活动，挂喙罨等防疫的规定，会看疫情的变化，另外搁做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哦，今仔各地拢是侪份好天的天气，温度会有30度左右。也毋过今仔暗时方面通过，温度会降低，北台湾会是湿湿冷冷的天气哦。拜三暗时到拜四的透早，温度只有16度左右。咱来看温度，今仔各地拢是好天哦，只有东部阁有恒春半岛偏乌会落淡薄仔雨，温度嘛拢伫30度左右。也毋过暗时会有方面通过，开始变天咯。冷空气南下，这方面的桃园以北甲东部就会较凉冷，卖落雨。明仔载到拜五，北部拢是湿湿冷冷的天气。拜三暗时到拜四的透早，中部以北甲宜兰哦，只有16、17度，南部嘛只有18度左右。拜六礼拜哦，东北季风减弱，天气就会较好咯。再来看，已经40天哦，毋捌喷发的美国夏威夷的毛纳罗亚山，昨开始喷发，对附近的社区哦，无造成危险。也不过官员嘛警告讲，民众得爱有准备。毛纳罗亚山开始喷发，用盐的红光甲附近的地区照甲光影影。美国地质调查局讲，喷发的所在已经转到喷发口较脆弱的地区，验证也较容易对这个所在摸出来。夏威夷火山关70米主管可汗讲，喷发之前发生一寡规模不正大的地动。We don't want to try and second guess the volcano. We have to let it actually show us what it's going to do, and then we inform people of what is happening ASAP. 毛纳罗亚山海拔4169公尺，是构成夏威夷大岛的5座火山之一。一直拢是伫咧警戒状态，科学家发现最近的地动愈来愈接，就更加注意火山的活动。We've taken the threat of Mauna Loa eruption seriously. Every time that it's escalated, we were way overdue for Mauna Loa eruption, and so we had prepared. 美国地质调查局针对大岛差不多20万的居民提出警告，讲喷发可能有正大的动能，岩浆流动也个山顶人的速度变化会正紧。毛纳罗亚山顶一面爆发是1984年，也就是38年前。不过，迄当阵人口无遮尔多。1980年代，大岛的人口是92000人，即马发展正紧，也是当局正注意的原因。火山南边差不多50公里的范围有几落的社区，人口差不多5000人，是官员正注意安全的地区。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再来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先来看《自由时报》。
过来疫情转好，暂时增加10583例，是215天来上少的一天哦。也毋过北部头一届验到有3例，为着变种病毒 BA.5.75，这3例哦是同一家伙啊，而且拢是第2届去为着病毒咯。因3个人最近嘛拢无出国，这嘛表示讲 BA.5.75这款的变种病毒已经进入咱国内的社区咯。再来看《中国时报》，高雄市家己拓拓者联名，嘛积极来推动减碳的政策。除了要求兴达电厂、秋冬小土团的机组停利减利，嘛要求前30大个工厂都要减少污染的排放。环保局是表示讲，即马污染有改善的趋势咯。再来看《联合报》哦，台北市的内湖一个落选的里长郝山林，涉嫌伫6月选是送中国籍快台汽车给里民，拜托支持。调查嘛发现讲，这快台汽车是中国福建的台湾事务工作部免费赞助的，这案嘛互以违反渗透法起诉咯。继续来看，民进党这届的选举哦是输甲甜甜，总统蔡文嘛失掉党主席，行政院长苏贞昌也请辞，落尾是互留落来。苏贞昌表示讲，总统有提醒，就爱随时注意国内外的情势，嘛爱回应民众，做出愈好的成绩哦。有民进党的立委是呼吁讲，党中央应该爱检讨，加出党文站，互区域立委会当随时来反映民意。民进党9合1选举大败，总统蔡文请辞党主席，行政长苏贞昌先第一时间口头请辞，说互蔡文遗留。苏贞昌亦被亲身回应，对选举结果会深切讨论。不过总统提醒爱坚守职务。但总统特别提醒，面对国内外瞬息万变的严峻形势，我们要紧盯，而且随时应变，应该坚守岗位。同时要做出更好的成绩。虽然苏贞昌被回流，不过内阁改组声音阁起来，行政院副院长沈荣珍、财政部长苏建荣，互人点名可能就安尼落台。家人市长林佑昌、民党院长潘明安是被看好一个，交通部长的职务可能交予有港口观光经验的林佑昌。他在基隆的表现非常优秀哈。所以我觉得他担任任何职务都非常的适任，变动那是由这个府院来做一个决定。所以走出同温层一定是检讨的第一要步，不是只有门关起来自己在那边检讨，因为那还是同温层检讨出来的结果。面对这摆失败，罗志正也建议，民进党决策爱搁较接地气，应该互区域立委才真正有民意基础人，用伫党内一个反映民意。另外，内阁改组的时间点，已经为立法院伫新补选，即无适合落台。高算爱到台北市立委补选结束了后，才搁考虑。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届成功连任的国民党新北市长侯友宜，佮有台中市长罗秀燕，因2个人敢会想要拼2024年的总统呢？侯友宜是表示讲，朱立伦是一个好的总教练，罗秀燕是强调讲哦，拼经济上重要，2个人拢无正面的回应。顺利连任了后，头一个上班日，新北市长侯友宜来到实际来视察，强调用行动拼市政决心。这回以115万票连任成功，毋但写下国民党县市长的纪录，也成做上强的规模。是毋是要参选2024也引发外界关心。侯友宜表示，这回大选上会总教练也是主席朱立伦。朱主席在这一次选举非常的辛苦，也扮演一个非常好的总教练。另外，摕到将近80万票的台中市长罗秀燕，经过1天的社票行程了后，也回归市政。罗秀燕毋但拍破台中市长连任的魔咒，也成做2024总统大选互写上悬的人选之一。不过被问到这个问题时阵，罗秀燕也是维持一贯的讲法。选举已经这个落幕了哈，所以我们要很快的从选举中走出来。那我承诺市民朋友，在第一时间就要销假上班。国民党这摆全台湾提下13县市主席朱立伦，因讲是总教练，毋但党内地位更加稳固，布局2024的态势也更加明确。学者分析，这阵国民党内除了要整合剑道拿加本土派势力，国民党加民众党应该安怎来斗阵合作，也是重要课题。不过侯友宜加罗秀燕2个人若是继续无表示态度，可能引发党内风波。
先想清楚他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是我要赢得总统的提名，还是要让国民党赢得下一次的总统大选？如果他们有这种共同的想法的话，往前迈进，我觉得国民党的那种士气才会激起来。不然的话，如果他们两个都不讲话，不表示他们的立场的话，我觉得反而会造成国民党内部的内讧。学者袁和玲认为，侯友宜加罗秀燕两个人加前高雄市长韩国瑜的模式无同款，而且已经伫前一任得到选民高度认同，就算市长任内参选，依然有正当性。严格分裂的在野势力，2024事也是真难有优势，应该爱加速来整合。大选虽然才拄落幕，国民党甲民进党拢各有因的算盘，也拢牵动政局的变化。记者自荣报道。选调台北市长的蒋万安，以台北市第3选区立委的席次，会伫明年的1月7日补选哦。哪里有真侪人拢互点名，某人表示讲会主动来争取。另外，选调南投县长的柯淑怀立委席次，嘛来进行补选。谢谢，恭喜哦！ 9月1选举落幕，市区立委胜选台北市长的蒋万安连日的社票，以留下的立委席次，会在明年1月7日举行补选。中选会宣布，对1月28到12月7日开放有意参选的人来登记。即阵国民党内部接触连任议员的徐卡心、王宏维，拢被看作是热门的人选。不过两个人拢讲无这个计划。另外，前立委罗秀蕾是真大方来表示，即要当定调，一定会参选。也佫有台北市议员王浩也表达参选的意愿。部分区立委李贵敏、陈立文也被点名。 党中央还是应该赶快做民调，然后去决定一个最有胜选的人。我的角色非常尴尬，大家都知道我刚刚完成选举，那么这个星期登记我还没有就职，所以我个人并没有要参选的意愿。登记期间我人完全都不在国内，那也所谓的就是无从登记。我的户籍是在南松山，当然户籍是可以迁，可是我没有想要迁哈，所以我想用具体的行动来证明我没有打算要参与这一场的补选。 民进党部分台北市议员阮朝阳、纵看台湾联盟理事长王义龙拢有意争取。即摆选举意外落选的台北市议员刘文杰也被认为是稳总人选，未来会由党中央代理党主席定调提名人选。等到我们代理党主出来之后，交由这个主席来做裁决。过去以来，我们党不管是初选也好、征召也好，或者是各样方式的程序，我都相信党的制度。 除了台北市第3选区立委要举行补选，国民党立委柯淑华对南投县长选举胜出，留下立委席次也补选。国民党包含南投县党部主委林如彬、南投市长宋怀林有意参选。民进党是一级镇长陈启贤、立委黄秀芳、南投服务处主任詹宗凯拢有意来参选。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新闻来看，新疆一栋大楼火灾，因为疫情封锁去误着救人，害死10个人。中国受真侪民众上街头抗议封锁的政策。也毋过，北京、上海、嫌四川的成都、陕西的西安，甚至有500的武汉，拢有街头抗议。民众哀悼因为火灾死亡的民众，嘛批评共产党无顾百姓的生活。 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习近平下台！解放新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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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中国！ 上海抗议地点伫俄罗木齐中路周边，到17暗时已经是连续第2天，为哀悼火灾死者活动演变做严重警民冲突，就亲像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少年人为主的抗议群众向政府警察唱国歌，义勇兵进行曲。 民众的人要求警方放出还押起的抗议者，也有人伫抵抗警方逮捕的时阵，原来被垃圾话。同款的话也出现伫首都北京清华大学学生伫校园集会，声援俄罗斯这甲上海抗议。 抗议场面维持时继续到暗暝，为校园拖到市区。上海已经有很多人
被抓进去了，不只是昨天晚上，他们是为了大家，是为了所有人，是为了每一个骑手不被封在家里，为了大家能够吃上药，能够吃上饭。我们应该声援这些更勇敢的人。上海放人！上海放人！中国政府除了封堵会展甲抗议信息流传，引起民众也被抓抗议新闻封锁。英国 BBC 记者劳伦斯伫上海采访抗议活动时阵，也互警方拘留几点钟。BBC 报道指出，中国当局明显加高抗议群众力量，因为这只是不满现阶段严格清零防疫管控。疫情爆发3年来，无论感染人数增加减少，严管病毒安怎变异，坚持严格清零封锁已经严重影响经济活动甲民众日常生活。也伫20代过后不偌久，习近平也按权力的同时，民间出现要求伊甲共产党落台好声。公司新闻徐家珍报道。再来看伊朗反头巾的示威抗议哦，佮继续的拖，外界相关嘛愈来愈多。美国的卡球协会伫27日社群媒体架文，甲伊朗对国旗中的红色国徽砍掉哦，表达支持。不过伊朗的官方是以犯着国家尊严，向国际卡球总会抗议，要求爱发美国禁赛10场。另外，伊朗的领袖的查某孙因为录影片呼吁各国政府甲伊朗断交，嘛已经互政府抓起来了。绿白红做底，伊朗国旗中的国徽所无去。美国卡球协会支持伫社群媒体打出分组赛事表，煽动伊朗国旗的国徽，表达对人权抗议运动的支持，所以引起伊朗对的不满。We did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e post, but we are supporters of women's rights. We always have been. اقداماتی که در خصوص پرچم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صورت گرفته خلاف مقررات بین‌المللی و اخلاق هست. قطعاً ما از طریق فدراسیون目前这大文已經删除，不過國界相關卻無停落來。美國甲伊朗特別伫台灣時間30透早3點，佇世界卡球小組賽正面對決，也互這場美伊大戰未演成轟動。另外，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的外甥女莫拉德哈尼伫一個影片當中呼籲外國政府甲伊朗斷交。根據當地人權團體消息，莫拉德哈尼已經伫23被逮捕。این رژیم به هیچ اصلی حتی اصول مذهبی خودش نیز وفادار نیست و جز زر و زور و حفظ قدرت قانون و قاعده‌ای به هر طریق ممکن نمی‌شناسد. حال زمان آن رسیده است که تمامی کشورهای آزادیخواه به عنوان حرکتی نمادین و سمبولیک تمامی نمایندگان خود را از ایران فرا بخوانند و نمایندگان و وابستگان این رژیم سفاک را از کشورهای خود اخراج نمایند و بدین طریق اظهار همبستگی با مردم آزادیخواه ایران بنمایند. 9月中22歲考慮做女性艾米尼，因為無符合佇頭巾的服裝規定，互伊朗道德警察強行抓去了後，佇拘留所身亡，是因重判疑點，政治爆發幾個月全國性抗爭行動。伊朗政府一直表示，做着美國境外勢力煽動，佮繼續封鎖消息。代志到即馬，高層至少造成450人死亡，超過18000人被掠。這擺國旗爭議代表國界相關行動未停落來。公司新聞兩岸編輯。來看古巴27進行地方選舉，反對派指控政府打壓因的候選人，呼籲民眾愛抵制選舉哦。另外，古巴的經濟是真歹，古巴代表團訪問中國了後，嘛宣布了2個的貸款協議哦。中國答應要援助古巴1億美金，來幫助古巴解決生活物資甲能源的問題。投票所內底的民眾領選票了後，開始投票。加勒比海國家古巴27舉行地方選舉，包括古巴總統迪亞斯卡內甲外交部長的人攏去投票。El proceso electoral ratifica que Cuba mantiene la estabilidad política, mantiene su estabilidad social, independientemente primero del recrudecimiento de la batalla económica, la batalla de asfixia económica que nos están tratando de implantar. 古巴人口超過1100萬，16歲以上的選民超過800萬人。這屆提名27000名候選人內底，會選出超過12400名市政代表，也是議員。這嘛是民眾唯一參加政治的機會。也不過古巴反對派古巴民主過渡委員會說呼籲民眾背及選舉，講因提名的候選人和政府打壓，有3名候選人和政治警察阻止參加社區集會，某候選人得到提名了後，和打壓才會當退選。
古巴因为美国制裁、新冠疫情、加政府行政问题，加上9月伊恩风灾，经济危机严重。古巴代表团2号访问中国，古巴总统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了后，中国同意重整古巴的债务，嘛关键协助古巴应对欠缺生活物资，甲因为飓风造成能源危机恶化的问题。De la parte de China hacia nuestro país, en el orden de los $100 millones que utilizaremos, por supuesto, en prioridades de nuestro pueblo para las cuestiones más básicas que están vinculadas con nuestra población. 另外，中国嘛甲古巴讨论包括能源、基础建设这相关投资。如果中国会资助古巴建设太阳能、加风力发电站，佮会资助2间生物农药生产企业。我是新闻台董平玉。今仔国际上阁有甚物大代志？咱做伙踮台湾来看世界。先来看乌克兰的首都基辅的市区，加几百万的民众哦，因为罗西亚的攻击停水停电。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讲，罗西亚会继续发动飞弹攻击。针对罗西亚的军队哦，正在准备撤离扎波罗热核电厂的消息，罗西亚是讲哦，这是无影的代志。再来看伊朗司法部门的网站，今仔指出讲，伫伊朗的卡球国家队2号伫世界杯卡球赛以2比0踢赢威尔斯，伊朗已经得下700外个犯人咯，嘛甲因放出来咯。再来看韩国的货运工会为着要争取上计薪资保障的安全运费制度，予司机袂因为要趁钱造成过劳、超速等风险，第二是发动罢工哦。毋过甲政府协商是一再破局。韩国政府是按算讲，上近2号特别下令要求爱停止罢工。再来看顶礼拜啦，咱国内选举开票，有网友就发现讲，有一寡电视台哦，家己开票数量甲中选会公布的是差伤济咯，灌票是灌甲真严重。NCC 是表示讲，有接到至少5站相关的申诉，会要求媒体来说明。9合日大选结束，辽阳的铁票屏东县由民进党周春美以赢1万外票选调，国民党苏清泉质疑过程有问题，申请验票。除了有候选人对票数的正当性有疑问以外，11月2日选举开票的过程，民众是真仔细咧看各间电视台开票的情形。有网友就质疑讲，部分电视台家己计票的票数，甲中选会公布的数据差伤济，引起大家讨论。NCC 到11月28日中昼，拢总接到5件有关部分媒体开票的申诉案。目前为止，我们到今天中午，我们收到了5位的民众申诉案，大概是针对于票数的部分，可能某些候选人在某个时间点，大概持续了一段时间，他的票数比较没有变化，可是其他的候选人部分票数是有增长的。NCC 表示，新闻频道开票的票数应该真实有根据。将其买票数甲结果，应该以中选会为准。若涉及违规，应该由选务主管机关来认定。未来 NCC 会先了解迄天的情形，再发公文，请向申诉的媒体说明。也若学者提醒，媒体若是涉及灌票的情形，恐惊是对因的名誉真不利。电视台在做灌票这个动作的时候，其实对他非常不利，因为它会制造所谓的分歧，就是万一真的你的开出来票不是你所公布的，那就对他这个媒体的信誉会有重大的打击。所以要求工作人员尽量是按照当时跑出来的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市哦，因为有一个候选人过身，所以市长选举延到12月18才要进行。现任的市长黄敏惠昨被当选的议员下票，伊伫议会嘛佫强调讲，伊会来拼连任成功哦。另外，民进党的候选人李俊毅嘛继续伫地方的拜票。9合1选举结束了后，第一个工作日，嘉义市长黄敏惠到议会备询，面对议员质询有问必答。这时阵，伊是市长，也是争取连任的候选人。投票日隔天，黄敏惠无亲像其他人已经拍完选战，还佫继续伫市场扫街拜票。当然担心投票率一定是会受影响，因为从一开始把11月26号原本的投票换成1次变成2次，投票率一定是会降低的。嘉义市长候选人黄孝聪过身，嘉义市选举延到12月18，看到全台投票率无悬，也提醒支持者爱出门投票，民进党也未当受压力。
到下议大选，民进党大败，暗过候选人李俊杰讲用政策来争取提名进党，也讲这摆投票结果，民进党议员总是出价一些，总票数也变济，有信心哪天变绿地。市长延期选举到12月18才投票，哈，那我们接下来就是维持我们原来的脚步，哈，每天认真的扫街，哈，然后认真的多接触民众，让民众充分了解我们的诉求是什么，我们的政见是什么。伊讲一定赢回家己市，互民进党执政版图搁增加一区，那伫双方拢有袂当输的压力。29要搁抽号码，5位候选人派代表或者是亲身来抽口啊。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大家拢真关心的年尾奖金哦，有调查是显示讲，今年有8成的企业会有年尾奖金，平均是1.23个月，是3档来的新高。另外嘛，因为疫情等和，一寡买艺表演嘛开始有生意咯。业者嘛表示讲，目前的案件大概已经是以前的6-7成咯。赶紧联系即马上流行的串烧舞曲，疫情等候上起回流，专家买艺场的舞者总算为演出挂零的困境当中触底反弹。虽然也无恢复到以前的平均水准，但过总算纵过这2年疫情的业者真欢喜现阶段已经登去到6-7成。前2年因为疫情的话，接案量几乎是0。那今年的话呢，大概回复有6-7成。以前过往几年全盛的话，大概是有30几组的教学跟表演，那今年至少也有回到10几组了，算是一场及时雨这样子。可能这2年还没有吃尾牙的老板，可能想要补回来之类的。那我们现在尾牙就是慢慢有在接到一些案子。除了买艺以外，上班族上关心的年终奖金。根据97网调查，今年有 79.8% 的企业有计划要发年终奖金，平均期数落在 1.23个月，创近3年来新高。不过，安尼数字也无恢复到2019年疫情进前的水准。特别注意是，金融保险业虽然数字小可落落来，不过也是连续10年度拢是第一。受到像这种防疫险理赔的损失，还有股市行情比较差的一个状况，加上在这个科技产品的终端需求买气薄弱、外销订单回落情况下，相关从业人员的年终奖金数字都有下修的这个压力。以行业别来看，受疫情影响的重灾区产业包含餐饮业、量贩业、空运业等，有机业绩开始回升，年终奖金的数字也回稳。不过制造业、科技业等受大环境的影响，数字可能都下修的压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昨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是去中英航空抗议，因不满讲航班已经豆豆啊开复了，也毋过不管是地勤还是空服人员，下手拢无够。中英航空是表示讲会尽量协调，袂去影响到员工休困的权益。嘛讲对12月份开始，地勤人员会补到疫情进前的7成到9成。台北桃园机场入境有无人数15000多人，点话第一航下工作时间有真侪航班到位。入境的旅客拢讲通关真顺利。下飞机到拿到行李大概半小时而已。半小时吧？对。不会。下机来这里啊？大概半小时啊。疫情等候指挥中心也个滚动调整入境政策，为12月70开始正式取消入境人数限制，因公司国门全面开放，登去到疫情进前的常态。那为了让这个我们的春节好，还有我们的新年的这个假期的这个航班能够更顺利，那我们自12月10号起，好，那取消入境人数的上限，也就是以后就没有人数上限。各家航空公司也陆续增班，华航表示第4季整体客运航班增加5成，每礼拜提供超过300班来回航班。另外，明年3月18开始，台北往返罗马也要复航。多开米兰甲慕尼黑新航班的东营航空12月开始，每礼拜总航班恢复到315班。不过，甲2019年9月份航班数609班比，也只恢复5%。不过，稍后部分地勤员工抗议最近发生安排特殊速航换掉，至于是航班恢复人力所不够。疫情前我们只有负责柜台跟登机门的服务，但我们现在必须要全部一条龙包起来，除了柜台跟登机门，还有要在行李组跟在
票务都是我们一手全包，所以我们现在人力是非常吃紧的。当然，航空声明颁表公布进前，拢互员工提出休假需求，若员工选定提休日期超过人力需求，会用抽卡方式；若员工无提出意见，公司就会调整。目前有真少数员工伫受到公司颁表无提出意见，事后杀主张公司无尊重提收权。未来会甲当事人搁确认避免误会，也强调疫情期间无裁员无减薪。目前航班数依然无恢复到疫情进前，希望员工应先尽运输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刑事局甲比利时合作，抓到跨国毒品案件，警方指出讲，毒品集团涉嫌将毒品藏伫盒装的包装盒仔内底，想要偷渡来台湾，已经查到超过7公斤的毒品，价值上千万哦，嘛抓到5个嫌犯。一个查某人摸一箱物件，警方伫后壁对咧，看时机到啊，遂甲人抓起来，扣手铐带转去约谈，查扣的物件后斗是强要钱袂落啊。甲包装的盒仔卡卡咧，白色的粉就一直流落来，检查了后确定是毒品K他命。警方调查不法运毒集团，伊用箱仔底衫、箱仔纸绑内底偷藏毒品的粉，透过国际假包裹的方式为比利时送来台湾。警察跟踪埋伏，小连续抓到5个嫌犯，查到超过7公斤的毒品，初步估计市值有甲9千万。他们除了原本在比利时运送失败的包裹以外，另外他们还有一批货准备要进来台湾，发现里面一样夹藏着 K 他命。为了闪过追查，不法集团挑工把这个包裹先寄去新德市香山，交予完全唔知影情形的大楼管理员，结果派一个姓宋的车手去领货了后，甲负责收货一对姓曾的男女朋友约伫桃园市中立见面。未久警方发现讲，因互相资本都有熟悉，拢是白牌车的司机，嘛按算照姓曾的嫌犯的供述，要甲幕后的主使者抓出来。K 他命它在欧洲地区它是一个管制的药品，那也因为这样子，它在欧洲那边取得的方式会相对容易，他们掌握到这样子的一个运输管道，那用这样子来的方式来去把这个毒品运送进来。这个会当破案，是靠比利时提早掌握证据，甲咱国刑事局下国合作，也让台湾甲欧洲各国积极配合，从去年9月份到达，类似手路的毒品案。破案的至少已经有8件。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婚礼的后尾，25暗时有一台轿车互人判油菜，结果车主怀疑讲油菜是另外一个车主泼来，就闹人去拍人哦，佮断伊的脚筋、手筋。警方抓到来的嫌犯，嘛针对其中3个人申请羁押。法官后来是以5万块到10万块互因交保，检方不满，表示讲会来提出控告。规涂骹拢是红色的油漆。25暗时，伫咧婚礼后尾，有一台车停伫咧公福路，说互唔知影啥物人甲泼油漆。当时有一个姓王的被害者在朋友经过，这个姓王的车主就闹人来甲围调咧问讲是毋是所做的，尾仔就用棍仔和西瓜刀甲伊的脚筋、手筋拢斩断。犯险的汽车遭泼漆，他们质疑被害人就是把他泼漆，所以在质询中有发生殴打，将其砍伤。那民众是自行驾车前往医院就医，目前没有生命危险。警方表示，当时就派出快打部队到现场处理，嘛将姓王的车主等6个嫌犯拢抓起来。尾手嫌犯说讲是杀唔到人，专案方依照伤害罪嫌移送云林地方检察署侦办，其中3个人交保，另外3个人申请扣押。不过最后法院说以5万至10万拘捕。本署检察官于讯问后向法院申请羁押，法院以5至10万元拒保，本署将于今日提出抗告。值班的法官是认为说，这3位被告其实他们对于犯罪的行为其实都已经说明的还蛮清楚的，所以他认为说这3个人他认为已经不需要羁押。那不需要羁押的时候，我们当然会考虑到其他的替代方式啦哈。那有些是限制住居，那有些是交保。地检署表示，这个案件无证无据，就甲人抬着伤，嘛按算要含警方来调查背后是毋是有帮派组织等等。但是检方对这个决定无认同，决定提出控告。地方法院嘛表示讲尊重检方的决定，尾手会交由台南高分院进一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桃园中立，顶礼拜五有一个学生啊，因为公车人上过济咯，伊客袂起，结果伊的牌仔就互车门硬掉的，公车就驶走，结果这学生啊，互公车拖喺行要10公尺哦，手嘛着伤，家长真唔甘，嘛真生气，对客运公司提出伤害的告诉。监视器画面因看到18岁姓李的女学生互公车摇咧走的危险画面，民众看了让感觉真恐怖。上学的时候突然都蛮早，就是没睡着，然后有可能会拿着晚上，觉得很可怕。有人居然被拖着走，是有点离谱啦。因为正常来说，司机他的都会有那个是控制的监控的画面。家长伫面册社群大文指出，查某囝25早起6点外，伫中立中山东路坐公车，人还未上车，公车就向关门，册包互车门夹掉咧。公车向前开，致使伊互车摇10公尺，造成倒手侧伤甲骹手离伤，已经去派出所报案。当事人已于27日上午10时许至分所提出伤害告诉，全案依规定受理，相关赔偿事宜将交由双方当事人后续进行协调。中立分局表示，家长家己调民间监视器画面，也打电话到客运公司投诉，第17早起到派出所提出伤害告诉。我们会在加强教育我们的所有的驾驶，在车门关门前以及起步前，再多注意一下有没有相关人车的问题后，再做起步的动作，避免类似的事情再发生。因为民众坐公车互车门夹伤的代志常常发生，进前交通部正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若是认定驾驶疏失，致使乘客受伤，会记违规点数3点，或者是吊扣驾照3到6个月。这摆桃园发生学生坐车互车摇咧行，桃园客运公司除了会失礼，会赶紧甲被害女学生协调赔偿的代志，也表示加强教育训练，避免这种的代志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互大家来了解性别平等的重要，台中市社会局甲在地歌戏团合作伫庙口演出咯。因为真侪以前故事拢真重男轻女，所以剧本冇改编，批评以前一寡无合理的现象。望大家敢透过戏剧来理解什么是性别平等。大咖的观众坐甲伫甜甜，看到演员一出台，噗声响袂离。台中市社会局为着推广消毒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使到特别甲台中在地小金鸡歌剧团合作，希望透过歌戏的演出来传达性别平等的观念。剧本阮有新编过，甲性别平等的观念，拢是有一个创新，会当互社会人知影讲男女是平等的。那我们今年呢，还有从很多的音乐啊，从很多的歌曲啊，去找到那里面的性别的这个议题哈，你们也可以看到那里面如何的来落实我们的 CEDAW 的好几个重要的这个理念。气变万岁，白白咱拢是火头分，为什么男儿每月是领一两，努力敢若600分命命，咱白白拢是做同款的代志，这分明吼就是性别歧视啊！这出《穆桂英》是传统的古色戏，内面有真侪站头是以男性做主体，颠倒无看重女性的才能。这届小金鸡歌剧团也甲剧情改编，重视男女平等，男女做伙换家，拍破男女的限制，薪水就要变悬变多，女性也会当受教育，女性也会当出头天等等的观念增加伫戏文，唔能用平权的概念增加戏码的高度，也甲CEDAW的意涵推广出去。所以这届演这个性别平等，感觉讲这个教材就是颠覆传统，甲传统的物件无同款。这种的戏出，家己做，家己嘛会检点。新的观念啊，新的做法，这歌戏真好看。甲一般较早迄古册的迄观念拢无啥物同款哦。传统的歌戏结合性别平等的意识，唔那是一种创新，也是一种跨领域的结合。各甲演出场地经伫庙口来参香礼拜信徒拢留落来看戏，对歌戏的剧情咧走，大家伫快乐的笑声当中，也学到人甲人之间的互相尊重。记者田家豪台中报道。来看本女传统的赤步的工法，人人拢真学乐。南投文化局拍算要甲赤步的技术申请做无形文化资产，望讲利用完整的制度，或者珍贵的本女赤步的艺术，会当永远传承落去。
地啊线一线一线摆整齐，刷来甲木杆插落开始纺织。若讲到分卵，得想到查甫人负责拍啦。查甫人交编织的特色，基佬沙稳为顶一代遐学着12杆的织法，即马全村敢若剩伊会晓，已经真在国北级的编织者，有真侪学生想要传承，佮亲身到深山内底找伊来学。在我心里很难过，说我这个怎么样教给那个后代，然后我怎么样教人，因为他们大学生在我那边上课的我都不好意思，站本就做那个站本啊，有时候下雨的话，我都不好意思。不管是种原料、染色、画图腾，也是复杂的编织工法，沙稳拢真了解。为伊作品内底会当看到文卵的文化内涵。南投文化局表示，要甲沙稳的织布技术甲经验提报申请做无形的文化资产，希望会当建立一个完整的文卵文化系统。这样的传统工艺能够去把它指定跟确认下来，我们也期待有这样子的一个好的结果吧。哈，就是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影片啊，哈，跟它的这个资料把它分齐哈。我们在人力上，还有在专业技术上，我们可能还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来一起协助我们。我们相信，如果能够一步一步的建构起来，对布农族的知识系统是有很完善的。沙稳一针一线甲地仔制作衫，顶悬的图腾上顶对出来的人甲朋友的祝福。虽然要登录做无形的文化资产，阁需要等待一段时间，不过族人拢真乐观，望会当透过完善的教学课程，继续甲本卵文化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看台南将军的要刷到社区发展协会，带游客骑电动脚踏车去北门将军的风景区佚佗哦，了解地方的风景甲食食。望讲游客当透过这款方式，慢慢说，深入来了解庄头的特色。为着要推动地方的观光，台南将军马沙沟社区发展协会举办骑电扶车旅行的活动，带大家行到北门将军等等的沿海地区。是我们的马沙沟体验渔村的一个深度体验。好，那走过我们的彩绘村啊，或是一些红树林生态，然后跟那个将军渔港，还有我们的扇形盐田等等之类的景点，然后让我们的游客可以多了解。那来马沙沟不是只有可以坐游览车，我们可以骑脚车漫游我们的七股将军北门。除了看风景，肯定也是在地老师来解说，这对参与的民众来讲，会使更加认捌这个所在。我们的规划里面，如果把我们北门跟将军，甚至台61线这个幸福公路连成一个从点变成一个线，让我们整个云嘉南滨海地区的一个观光的一个旅游动线变成活泼，而且有多样性，而且它更有一个看头。这个活动唔但让游客听到侪侪故事，佮食到在地料理，体验到上在地渔村文化，而且对渔村有进一步的认捌。记者综合报道。一个城市的美学对都市的形象甲长远的发展是真重要。台中市建设局这几档伫人空挂的部分是真用心哦，开遮侪无同款的模设计制作，技术上搁爱防止生身，嘛爱防止骨折哦。有遮侪眉眉角角，咱做伙来了解。甲调好的色料豆豆啊倒落去人空挂，即马当地做的是台中市草悟道的人空挂，和英国乌妈妈样式无同。一个水阁有个纹开的人空挂是城市美学改革的第一步，也毋过除了好看以外，安全跟耐用是上重要的。防锈我们要做2-3道的一个防锈，再上色，叫做填土的方式，4 mm 到5 mm 的一个厚度，让它以后的展现出来。不会随着时间的褪色，或者不会随着时间的就是掉落。在涂这个颜色的时候，有预留1 mm 的一个止滑条，行人在行走的时候，它当然更安全。这个设计是台中市政府公园新时代竞图的头奖，即马建设局用来做人空挂。设计师刘一敏甲草悟道的树桩、美术馆等等拢画伫内底，用青色去表现主题印象。简单和厂商讨论设计，就开1个月，看到家己的设计方做出来，伊也真欢喜。整个设计图我是用电脑绘图，那可能有些颜色是涂料没有办法呈现，所以在选择色彩方面就是
也是花了一段时间，真的蛮感动的。对，就还蛮有成就感，因为在学生时期其实没有这样的机会，可以真的把自己的设计做出来。台中市建设局用同款的寸尺，把草悟道27代旧人空挂都换掉。设计师也希望结合人文美学的新设计，和城市的改变，通对咱大卡高的所在一步一步去实现。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墨西哥的鸟禽新星，目前是拉丁美洲唯一的一只鸟禽咯。因为伊嘛已经32岁，一般鸟禽的岁数大概是38岁，所以墨西哥嘛想要继续甲中国来借鸟禽。也毋过借一对哦，一档就要100万的美金。墨西哥恐惊是无通付遮尔悬的租金，所以未来伫拉丁美洲有可能就无鸟禽通看咯。大步向前行，鸟禽欣欣准备享受家己的大餐。已经32岁欣欣是墨西哥在地鸟禽，为出世了后，就互人饲起来。今年7月，伊的阿姨香香过身了后，伊就是拉丁美洲国家最后一只鸟禽。Nuestra principal expectativa para todos, desde el más grande hasta el más chiquitico, fue ver el panda. La verdad es que, no sé, ese panda tenía una semana de estar dando vueltas que ya sabíamos, teníamos plan de viaje y demás, de que teníamos que venir a conocerlo. 墨西哥的鸟禽上早是伫1975年中国用鸟禽外交方式送互墨西哥的外交礼物，了后经过生产，老香香甲伊老爸是野生鸟禽的欣欣。根据统计，野生鸟禽寿命差不多15岁，互人饲的鸟禽应活到38岁左右。伫香香35岁过身了后，欣欣年岁也愈来愈大，机构都向中国官方参详租借大鸟禽。Dependerá mucho pues de la voluntad de China, ya se ha platicado con el embajador, se buscará alguna forma, ¿no? Tomando en cuenta que aquí ha sido exitoso el programa, pues ya se buscará. 目前中国租借一对大鸟禽的钱是每年100万美金，不过照墨西哥政府严格管控，无法度有这笔钱。那欣欣过身，拉丁美洲就无鸟禽咯。公司新闻陈时东编译。泰国的中部有高城称呼的华富丽户哦，礼拜举行1年1届的高城庆祝节，民众提供2栋的菜色甲果子，予当地高山仔食，嘛请来真侪观光客来遮佚佗。民众穿真青草的菜色果子甲点心，去泰国华富丽户一有名的古迹三峰塔。这个食食毋是摕来拜拜的，嘛毋是予人食的，是专工替高山仔准备的。看到规道好食的物件，侪高山仔随拢走出来。要来食一顿粗饱，外国游客知影有这个活动，嘛做伙来参加。It's just amazing. It's such a blessing and honor to be able to help arrange the fruit, and it was so cool the way the monkeys received it. It was really beautiful. 华富丽户人嘛甲合作高城，当地高山仔长期生活伫三峰塔迄块地啊，数量有甲几啊千只，已经成做重要的观光资产。为了感谢这个高山仔对当地观光业的贡献，华富丽户的在地人每一年11月上尾一个礼拜，拢会替这个高山仔举办活动。今年在地生理人就提供2栋的菜色果子，要予4000多只的高山仔食一个欢喜。ผลไม้ที่เรานำมาตอนนี้ที่ดีที่สุดนะฮะก็คือลิงชอบก็คือทุเรียนของแพงๆนี่ชอบแล้วก็เชอร์รี่ตอนนี้ก็โลละ700。这个活动从1989年开办到今，已经有30多年历史啊。别个所在高山仔若偷摕物件食，或者是共抢物件，常在发生人甲狗的冲突。然后这个所在高山仔就比别位加幸福。当地居民希望透过这个活动，让观光产业会当恢复疫情之前的水准。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再回来看今仔日详细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0度；中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9度。外岛地区上低17度，上悬28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